今日我同大家收集2个客家市建议将红的意味者，念语文韩国小中。今年小中是头一摆自家来主持客家人有名头一个节目，用神奇的方式来收集客人的同好，意味的综合节目主持人奖。另外，去年用彩河中案意味5主奖的念语文，今年是再个用共同电视的收音机，韩国母亲连续剧，做一个唐中妈妈，韩国是机场茶来落实的单亲妈妈，也2岁起读意味的迷你剧系的5主奖。天发落嚟 ，APP 落嚟，宋国荣。我谈过张国荣，冇谈过宋国荣。宋国荣。主持人小钟接到派令去请宋国荣，他向前的听书将抵抗，原来宋国荣系是拿到金钟奖戏剧节目男主角奖的吕凤。听见吕凤去回想做新人干嘛时的记忆，无向前更加了解了到名人较无人知的部分，算是会成为他一个永远留念的一个东西，甚至成为他的一个后代子孙都的看的东西。因为我们是追根溯源，去找到他的最源头，头摆给他注重6万类，都太六类都要提防，然后给他怎么第几世、第几世啊，整个分布。第一摆自家主持，小钟用当传统的方式来呈现各个县的同好来台湾季节，拿出当好的成绩，得到金钟奖评审肯定，因为综合节目主持人奖。礼拜后，有机会要主持按有意义的节目然后可以入围到金钟奖。吃得我真心欢喜，因为这一届又是金钟50，然后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事件。当金钟的前次天气和我比数年，做听众妈妈的念语文，托公司人生剧点，电视的收音机当中，挑战差不多9项的台词，是数年的演技太考验。因为不只是给外在的身体里面，然后还有自己对自己的质疑，我会觉得好像在拍这出戏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好像董琼变成一个表演新人，然后好像觉得以前学的、以前会的，就现在全部都没有，全部都没这样，然后就很害怕。老师进步了8分哦，真的假的？数学哦。那我一出目前连续剧里度只是开朗乐观的海人司机，自家照顾奶，唔但请爱安抚第一摆做戏里度的奶，毛毛要试车的念语文，还爱见试车见做戏。他去年客家电视台彩虹综案里度挑战情景的作家，入围金钟奖戏剧节目5主角奖。今年念语文佮挑战修女试车，作为做法是阿妹的角色，还2项做法入围迷你剧系5主角奖。我觉得2部片有各自不同的焦虑，其实就跟那时候演彩虹综案的时候，我觉得都是处在一样的状态。我觉得这是我的宿命。我当演员宿命就是每一天好像都要处在一种痛苦跟挣扎当中，才可以激发出表演的火花。念语文用无相关的方式呈现阿妹的角色，还克服自家的强，得到金钟评审肯定。推荐以前大表15年，小钟腾到各个热线主持人身边，一步一步累积主持的功力。某种高考熟悉的呈现方式，用柔美轻松的气氛，为本观众看到抗年的大变故事。客家新闻罗仁健、戚荣顺、刘文辉台北报道。